大家好哈！感谢咱周馆长哈，我正港的鹿港出世，读鹿港乐天国校、鹿港国中、中华这个精神中学落尾去嘉义师范读大学搁读研究所台北读的吼，即马是伫清华吼，这博士班读袂了，真低咯，真含慢吼。伫国校咧做教员啦吼，英国伫咱彰化市中山国校我教5年，才过来台北。你知影，现代人拢较事件吼，大部分嫁去因某迄边啊，像我当初的嘛是啊，外埔头的嫁来阮鹿港，你知影，我当初的大部分带我鹿港的即个当初的啊，吼。好今仔日吼，真欢喜有即个机缘吼，咱即个关怀文教基金会吼，邀请小弟来甲大家来分享吼。我想咧吼，咱来开讲啦，莫讲上课吼，开讲，咱来讲即个探文习史哦，即个徛算讲吼，即识教育咧，严格我算讲有兴趣，所以伫鹿港吼，搭着迄个时机，有去接到一寡老先诶，多数安怎？多数拢做仙咯，我起码真正搭着迄个时机啦，吼，文平仙啦，吼，汉卿仙啦，吼，即摆迄个我就开始了吼，咱古早即个传统民间的即个一般是讲私塾哦，私塾口语是讲汉蚵仔，有诶所在吼，有诶所在讲暗蚵仔咧，还是蚵仔哦，有诶地方名，佫有即个蚵仔即相关诶即种地方名吼。若较好记啊，像咱台湾有一寡五大家族严格咧吼，吴凤林家，伊就会邀请阮鹿港诶先生哦，可比讲即个科举吼，有中即个举人哦，即个先生去因迄边加因诶林家诶子弟迄叫做西式哦，即是较汉语诶。咱严格吼，即个阮鹿港是讲干仔俩，所以吼，拄则馆长点名咧笑，我甲你讲，我全部说鹿港话吼。边啊，爱有一个人来翻译俩。馆长，你讲对啊毋对？听无？哎呀，真正爱有一个人来翻译，所以迄个有人讲吼，迄福建咧啥物闽南语甲台湾话无啥相，我讲吼，哪会无啥相？伊讲迄泉州电视台切的我都听袂晓哩啦，听袂晓哩是你台语记录啊，你知影？哦，那我来听是1,200册阮鹿港即嘛台语对，毋是讲台湾话敢若一种腔口当然即马咱即个台语都是豆豆透啦，所以一般伫电视台即个公共媒体，咱听到迄我甲叫做台湾的普通腔，就亲像英语吼，伊有做 GA 有 General American，我即甲叫做 GT General Taiwanese。我一般咧上课袂用我即马即种腔口，我会讲鹿港腔，原则上有几种情形。第一种，等去鹿港当然就讲家己诶话第二种有卡梅拉咧翕诶，我这是要传承诶。若是一般我伫台北地区伫外口咧演讲咧上课，我是会讲普通腔，因为咱是要互听诶人较清楚。咱今仔日毋是咧上课，今仔日是要来甲大家发现、练仙、练艺所以我就照馆长的吩咐，合力全开啦，全部用鹿港话来甲大家来报道咱即个干仔吼，初启蒙的时阵吼，古早人讲叫做破笔初破笔，初学破即个破学所以吼有诶就叫破笔古早即 teacher 吼，古早毋是讲老师咱讲做先生。漳州腔像咱拄则馆长伊读的迄是漳州腔，伊读新生迄两个音无相款。即马台湾话漳泉透南无，所以南出一种，或者也漳也泉不漳不泉的，或者先生，迄就是一个音是泉州音，一个音是漳州音。我即马读3种我搁读一遍泉州音是先生，漳州音是新生，漳泉透南的是。先生，这3种咱教育部的词典皆有收或者是叫做教育先生这个 teacher 叫老师是落尾这是受华语影响的而且正讲的爱讲老师，毋是老师，因为迄老年好毋叫做老，咱若讲合有所长的，迄是老，可比讲伊即个台湾话正老
哦，这是咧讲学落诶哦，所以若少年诶稳将，我听我外群这个杨秀卿老师哦先生学过乐器嘛，伊讲老司机，伊讲老司机呢，毋是老司机，讲学落诶功夫真厉害诶司机啊，无一定年岁真大，伊可能真少年。功夫就真厉害，所以这古早吼传统叫做先生吼啊，较早教的就是吼读书啦、开讲啦、写字啦吼，啊一寡功课安尼速对啊，日本时代讲速对。啊，咱即马来甲大家讲一下严格教啥物？教即个三字经哦，百家姓、千字文、诗词五经、有学庆林、千家诗、声律启蒙啊，这是那写诗的时阵会用到啦吼。人生必读，精工适时现文，即咱内底有诚侪即种俗语吼，爱是文读的哦，所以这读了袂歹啊吼。人生确实爱来，古早人讲人生必读，真正来读。我未来的一种想法就是讲吼，即马拢咧教即个大陆较侪啦吼，毋拄吼，我是想要来读，想要教一寡汉文。哦，迄大陆毕竟是一个工具哦，啊，即个汉文吼，一寡汉文，那未来有机缘吼，有时间吼，就希望用来甲大家来三甲来探讨哦。啊，过来这是千金铺，千金铺伊是白话口语的哦，啊，过来商务切读啊，这当然是最先理解用到的哦。好。啊，我先来讲这第一根吼，这叫做三字经吼，伊这头前这两字吼，阮鹿港的先生吼。是读三字经，啊，这字当然这泉州音嘛，这就是拄则这馆长咧讲哦，我其实吼头帮吼上台，我嘛有去读龙头的时阵吼，你知影我安尼读？各位评判先生，大家好，今仔日我要龙头的题目是自信，自信啊，自信是啥物？自信就是迄个 confidence， 迄个普通话。叫做叫普通腔叫做自信啦，哦，啊，结果下骹有一个评审哦，迄无咱台语界即个算讲吼，教授啦，吼啊前辈啦，啊毋拄还是台语系教授，叫我听着，伊讲，伊哪会讲国语？啊，我听着，我讲自信，啊，我自信都台语啊，哪会国语？啊，我感觉我捌示范诶，啊，我即2年若要读国语，爱读自信。自信甲自信都无相款，所以伊国语敢若无啥好，所以我是安尼踏入这台语界，我就去评资料，才发觉讲哦，原来是腔口俩，哦，啊，鹿港人讲的种诶吼，说啥物啊？泉州腔，啊，落要大汉了，去外口吼，讲泉州腔，多数人袂晓哩啦，啊，去比赛时阵吼，真吃亏俩。讲实在，这替阮鹿港泉州腔的乡亲讲几句啊，真正吃亏啦！因为吼，我嘛算落尾有接触到一寡这种比赛，还是讲吼，拍分数的啊，人明明都无毋对，啊，评审煞甲人扣分哦，所以吼啊，这无法度，这欠教育俩吼。啊，过来吼，这毋若读文读的三字经哦，佫会用咧读白读的三字经。或者是一文一白三字经，这郑州腔。所以咱这个咱的话吼，有的朋友伊有一个误解，伊误解啥物你知影？文就要全部假文，迄个四类哦，2字3字，若要文图就全部爱文图，若要白图就爱全部假白图，咁一定安尼，无影俩。太侪文白参南的，咱即马即个啥物啊？木瓜就是木瓜就是一个文图，一个白图啊。乃至嘛是一个文图，一个白图啊。咱的话来对吼，文白南的吼是真侪吼。啊，所以这卖用咧读一文一白哦，三字经啊，这是郑州话哦。啊，佫有一种正的腔吼，伊读做字哦，啊，这是英文腔。再来，汉文先生的传统音是读这音，或者三字经。啊，这个读字吼，当然你若照中国文字来看吼，伊敢若无对应迄个文读音。毋过吼，咱的话吼，你看吼，这正的腔啦，本对着这字，这学术上叫清音老化 voice， 变成字的这个
音变的规律。可比讲食变食啊，无赢无食，无赢无一只，无赢食无赢粒啊，啊过来鸡变鸡啊，即个鸡是啥物鸡啊？鸡鸡的鸡啊，即个字是啥物啊？一字经招，迄个经招算字的啊，无字的，伊就会读了变字啊。啊，钱变银啊，不字啊安怎？有诶腔口就讲不字啊安怎？啊，无字诶，佫变 L 不字啊安怎？哦，啊，食风变食风，你知影？即个食吼，你泉州腔人啊，佫安尼讲，咱九点无收，你对泉州腔真无公平。我爱趁即种有公开放送诶机会，加讲几遍啊！对泉州腔真无公平，因为真重要，爱讲3遍。对泉州腔真无公平。好，讲了啊。好，即个三字经吼，百家姓千字文吼，一般吼合称做300千两吼。啊，这四诗吼，就是《论语》明子、大学、中庸。这字爱读用边的这若读过汉文的就知影讲，爱读中庸，无用咧读音边的无用读对声。啊，这个五经吼，诗经、诗经、雅经，雅经袂用咧读易经。啊，毋拄吼，我著刚听到的先生一般读白读读雅经真深刻你看，你读汉文结果伊读雅经呢，读白读过来礼记、春秋，所以咱古早吼有一句俗语伊是安尼讲的，或者四书五经读透透，捌元我具比照，伊即个捌字吼，即道是捌字即郑州腔读。录音的捌捌元我具比照。好，这啥物意思？这就是讲资呆啦，资呆你毋知听会晓诶？有人知影资呆无啊？台湾话抑佫有咧讲毋拄汉语人有听过咯。书呆子，对资呆呀干会晓读字了安怎？了做啥物？生活。白痴啦，即摆华语讲做生活白痴，我感觉有诶教授敢是安尼呢？毋通佫加讲伤侪讲得失着。过来，咱即个古早吼，第一讲就是咱即摆要讲诶即个三字经互大家看一下我少年诶时阵人生毋是讲人生咧讲，咱目捌少年过，即个古早时。89年毋对，西元2000年着是当时咱着真对这方面咱着真有兴趣所以我伫鹿港木狗基金会，伊嘛有开班真正有开班，教囡仔学生囡仔来读经，伊嘛是读三字经啦，读真多读一段时间嘛是即摆晓热的即个时阵这张是师东时的相片迄是阮鹿港大专文青会的一寡朋友啦阮伫鹿港有一个大专生的社团安尼。好我来读一遍互大家听啦我本底是想讲这可能读伤济时间无用阮好即来用鹿港腔来读是安尼的这三字经零基础性本显。这里有用上有用去两个音图，用上就是对六声，这个录音标语内底伊就记这两音，所以泉州话本底就有用上读，佫有这用去。伫即里来讲，就鹿港咧一笔一调，鹿港的汉文先生，有的先生读用上，有的先生读用去，所以有的读性本显，有的读性本显性相近即个近字伊嘛是用上字用上字这个另外一种情形。鹿港有的先生伊的用上，伫读汉文的时阵，全部读用去，也就是去声。这泉州三一全腔用去甲音去伊调台是相同的虽然这个张平生教授伊感觉差一点。毋拄我感觉是相同的，多数的研究洪义林教授伊来一般，佫中国因迄边的研究也是
佢讲即个房建设啊、州长接因即个闽南方言大词典。一般即个音区甲用区是记泉州音吼，三一全腔是记三送的吼。所以你录讲吼，就是讲有诶先生就是用上全部读用区，所以你就读性相近哦。口岸腔就是安尼读哦。十上弯叫不到，这里是叫哩，这是叫韵啊。这正的腔读乌韵，读古哦。等下咱会个讲吼。性乃前。到指导，这用上哩，毋拄读用去啊，贵移转。这个你听我读道有无？我毋是读，我用普通腔来解释啊。就是讲，这个乌甲乌吼，洛江的汉文先生吼，汉文的时阵，这个无乌，全部拢是乌。以大陆来讲，就是两个圆箍啊。这录音描过来都会诚清楚。所以这变做讲你咧读汉文的时阵，你若无了解，你就毋知影讲伊这系统是安。所以是安怎讲汉文爱教育俩哦。这咱汉字爱教育呢，无即摆人说看到汉字袂晓读哦。我等下来介绍，顶礼拜敢若安住啊有先介绍过吼。高之道贵于专，识名表得名次。若较老文的，一般即个音上是读高港调，所以读识名表得名次，字不合断其体。吊燕山有义风，教我字连孤勇。这个孤哩，文字类音是音平的啦，吼音平的。咱即马敢若多数是记用去的，其实阮讲先生嘛是读音平的吼。用不教夫之国，教不严师之道。所以这个国有无？夫之国，国你知影？这个泉州音。普通腔是读国国。咱有一个咧形容讲吼，人真谦虚，你会晓哩袂？咱咧形容人足谦虚的，咱会讲学落讲，你真安怎？过谦。恁讲过谦晓？过谦。过谦伊这吼。过谦，其实拄则三位先生讲的拢正确，伊就是你读白图的时阵，就是过年、过年、过年即组啦。即马大句读过谦、过谦、过谦的较罕哩。读文图的漳州下门腔就是学菜刀迄个一个圆箍仔，都爱读过谦。但是咱即马大句高点你去查，伊记啥物？伊记两个圆箍仔哦，所以读过谦。这过谦吼，就是整着泉州音。所以咱台湾话就是安尼啊，做啥物江泉南有无？或者有江有泉，又张又全，不张不全，安尼忽张忽全。所以这里吼，咱那个过谦就是就是整着泉州音的。字不合为所忌，又不合诺何为？玉不夺不生气，人不合不知义。为人子奉孝时，亲师友信礼仪。香求灵温色，这泉州音嘛，这腔韵入声有读字尖的，读SIT 的这一般的大家概较无了解。灵温色是安怎？我读灵，你看这读本调，先生都读本调，所以你若用现代。即摆学术界正爱用现代的句法来规范，讲倒位爱读本调，倒位读变调。你若无学过汉文吼，你捌无够一半。你学过汉文了后，你就毋敢用学术界迄套啥物咧，啥物所在思想着一定爱安怎。这真正是毋是遐简单的吼。好语亲所动急。用雄就用雄，有 H 无无声标的两音吼。雄思水，灵两雷我来讲一个，我有一遍吼去阮早家，伊迄马读幼稚园，我就去讲歌啊，用台语去讲歌。我咧讲迄个随身区，迄个伊有做画图本啊，随身区。我就甲囡仔吼，迄网家囡仔，所以我讲较偏泉州腔，毋是讲洛江话，我是
讲较活艋舺的泉州腔，因为阮丈人是艋舺人，好，啊随身区啊，我就讲，啊大家啊，我讲普通腔哦，较活泉州腔的，大家昨有水无？你有水无？有水的举手，有水的举手。结果一个查某囡仔举手，我4岁。你那会拢无人笑，因为我问讲5岁举手，伊讲我4岁啊，这就是台语吼，是安怎吼？爱进入到迄个校园就是安尼，啊简单的都袂晓哩咯，对。所以伫校园内底吼，国小我是反对加西式，尤其是4年以下要加爱到5年啊，即马新的教材嘛较无咧编者，古早你1年就加零级，加即个。创节明月讲要创啥物？伊1、2、3、4、5、6、7都袂晓咯。你甲迄创节明月讲要创啥物？即变做啥物？变做拿亲像即马歌戏团哦，也是即个南关哦，歌戏上明显啦。伊变做是种表演言语，表演的时阵，伫即个舞台顶吼，伊讲即个台语，离开舞台了，你听迄个少年演员安怎？Only Mandarin 对，全部拢嘛华语哦，所以已经毋是即个生活言语啊，对因来讲。好啦，即个雄狮水玲珑雷，地狱中二仙地，守好地此见闻，地庙所设庙门，即嘛是泉州腔爱读庙俩吼，正的腔读某吼。好啊，这三字经老长咱嘛无迄个时间啊，带大家自头读到尾啦吼。好，咱先到此啊吼。过来吼，咱即个汉文吼，因为111学年度开始吼，咱国中爱开始教即个本土语言，1年啊甲2年啊啦吼。所以阮今年即个台北市国中吼，阮有办足侪讲习的，啊为着要老师较，还有说啥物较有感觉的吼，尤其是国文老师吼，所以我就自即个教材内底吼，我抽一寡吼。有相关的，表示讲后摆恁咧教国文的时阵，嘛用咧参考的吼。啊，所以论语哦，照常会用咧读汉文啊，哦，学理、对理爱注意的就是讲吼，即个读本调、轻声啊，字韵，迄个韵理先是读轻声啊，学理是识字，即个字理嘛读轻声，头前读本调啊，不亦也好啊，即个好咱。即摆嘛有咧用啊，吼，即个有朋友举手是，歹势，有啥敢有啥物要问题要请教遐？那无我继续吼，好，啊，过来，有病自晚风来，不亦乐乎？人不低，理不稳，不亦君子乎？啊，汉文这。主要是音头啦，音头咱若是有在调读吼，咱就甲读出来，啊，用个传互囡仔吼。啊，即摆我知影我有一个朋友，少年朋友叶庭温，伊是基隆国中的国文老师。伊国文老师哦，少年的哦，伊咧教国文的时阵，会教学生囡仔用台语来读哦。哦，读即个汉文，真无简单啊！伊原来有通过咱教育部即个专业级的即个或者 C2 的即个等级。伊个台语，伫伊迄文来讲哦，我看汉语有人评伊较好哦。过来啊，咱过来来介绍即篇吼。廖色明，即嘛是同款，即泉州音读摇韵、叫韵，读廖色明是安怎？我要强调者，因为英个有平心公开伫网络顶讲，即读摇的爱扣分，因为。干那用读乌路，啊，伊就是查迄个下门音的字典啊，所以伊都无了解即个泉州音哦。即泉州音爱读廖色明啦吼，啊，高色的色字吼，漳州音读 SIT 色高色，啊，即一般人嘛毋知影，啊，所以因看啊了宜兰那边读高色的去比赛嘛是抗议，老无色啊。啊，这漳州音读义，第二字这漳音读义啊。山不在高，我拄则有讲过，乌韵伫汉文内底31全腔一路读乌，所以后壁是普通腔读高雄的高，头
成是泉州音，读两个音可爱，读高哦，山不在高，由先则明。啊，这不用读水啊，你要读文读音嘛对，所以咱读什么？读水哦，所以这淡水古早恁知影？我有研究的，古早吼，日本时代真正的文献是记淡水。日本时代中期了，才有出现这个咱即马考古较常听到的淡水。啊，所以地号名文图白图嘛是会变的哦。哦，水不在深，这个深字无符合这个中古翻切哦。啊，毋拄咱汉文的传统哦，毋是100%用古音，咱无应当用。你即马去研究所读这个声韵学，就掠中古古文集韵来。甲汉文先生叽嘟嘟讲，汉文先生毋对，汉文先生毋捌字，佫兼无卫生，毋是安尼哦。咱的思想文图，这里就是读深哦。这大的林，这个台北市，这个成功参加个全国赛的选手吼，恁即马咧教一课吼，啊你也来听，哇，我真欢喜咧。由良则灵啊，思是流色。以我德行，这个义哩泉州音读义，郑州音厦门音读为哦。啊，所以洪义林教授泉州音读义，啊，伊是新港人，所以因叫做洪威林啊。太分上概略，初识入念清啊，初哩本土音读初啊。淡俏有红炉，往来无别定，可以。调素琴，叶金经啊，这里叶里哇，规路音个音律个用力哇，这真晦气。无丝竹之乱呢，无安独之路行。南阳之隔离，西蜀之凤顶。这里凤里，他是该当作讲这读魂是白图。事实上，汉文先生专腔就是文教读魂哦，再来就是魂淡风轻。滚我天，这千家诗对修就是安尼读分，这正当是三笔全腔的文图哦。啊，你若要照中国来规范，你就感觉伊先是谈着去。事实上，无应该一切为这中国来规范汉文哦。啊，当然你若是照中国咧厦门腔的先生有会读文，正腔的宜兰的先生就读银哦，银对三音。孔子文，好。六字有，这里文理是动词。你看我读本调，孔子文。咱即摆咧龙头比赛，你用去听迄评审安怎讲？诚侪评审拢会讲评时阵讲吼，这里讲哩，讲话讲，某一人讲啥物哦？啊，伊讲因为后壁有话，所以迄字绝对要变调。那安尼来看汉文先生，大家拢读毋着。孔子文，本调，啊个即个古人言哦，古人言啊，这个现庭啊，智慧先进供参考哦。过来，咱来介绍你讲即个正讲硕士宪文啊，有诶其他诶名称，咱就袂讲啦吼。啊，这规纲皆是用文图音来读哦，文图音来读。硕士宪文。回日顿顿，这有诶先生读你，伊这那位诗经出来，回你顿顿，一本正讲多见多闻，观今宜感觉，无果不成金，知己知彼，将心比心，酒红知己饮，思乡会人吟。相识满天下，知心连麒麟。相逢何时初相识？斗脑将无万分心。这个斗脑为版本读到底，而且考去读到底，到底是浙江的泉州咱的话吼，即摆人较袂晓哩，咧算官话赞。咱台北市长伊即摆讲国语的时阵，定定会啥物？会读做这个音啊，讲国语啊，受台语传统讲法的影响。共水的语性，这文图音读语的声妙了吼。共山色鸟音，意中
易退山溪水，这泉州音袂用读溪哦，泉州音汉文读溪，口语读溪。哦，这真正你爱读汉文，你才知。你无读汉文，你会当做啊鸡肉、鸡肉，鸡肉是江音，鸡肉是全音。结果你读汉文，全音文图就是鸡肉，就是溪啊。易中易退山溪水，易缓易复小人心。温去金成铁，时来铁成金。托施殊用意，一字值千金。哦，啊，这咱简单甲大家介绍到这啊。哦，过来，咱来讲这个病症。哦，这上重要啊，这是这个。若要读诗词内底吼上重要的一个部分吼，而且吼大家有注意到无？伊读白图的呢，读病啊，这是泉州腔的先生读病咧，啊，漳州腔的先生一般会读病症啊。啊，这位倒位来，咱来讲到这个诗，这个应该讲诗声啦吼。南调南北调的时阵吼，这心欲哦，这中文迄个声学就会讲到吼。有史当时皇帝问伊一个大臣周舍问讲，啥物吼做诗的声调？啊，这周舍吼真好，普他大家毋知听会晓哩袂？哦，伊就安尼伊应讲吼，天字性电诗啊，这诗哩，哇，这诗哩安怎？真正就是这诗的声调。天理就是病声理，字理就是上声理，声理就是去声理，德理就是入声理。这是台北市长的名第三理，咱的文字是无送去的，所以我读德，阮陆港的先生，阮老爸嘛是还佫读德哦。啊，现代人吼，多数是读 th 读特送去的。台北市长因老母嘛是安尼，阮文铁啊，阮文铁啊，这主要即马台语拢是读送去的，铁学有无？我的看法哦，请大家多多指教。我的浅见就是讲，这应该是受到日本话铁字，日本话读铁字啊，因为这古早台湾人的人名真侪有即字哦，佫读日本话太多诶，算日本时代国语哦，所以我感觉即字吼，台语。读铁应该是受日本话影响啦吼，好，啊，这里就是入声里啊，入声里。啊，所以皇帝咧问讲，某物人啊，某物老师啊，请问这四个声调是啥物声调？总统啦，出来问即马咧问教育部长，啥物叫做四个声调？以前请说甲总统破一个，天字性电就是平上去入这四个声调啊。好，过来，咱来甲大家讲吼，这声调的演变吼，这声韵就是历史上学术界讲叫做分化，啊，来个合并，合并来个分化，分化来个合并，这音韵就是有这种情形。啊，四个声调分对安怎你知影？分对干那四个声调，结果无够用啊，啊无够用就佫拆做两组啊，哦，啊拆做两组，伫即个中古的时阵，伊是分拆做。清的甲浊，浊就是即个毒，就是罗的啊，罗水溪的罗迄字吼，文图音读，阮先生是读浊，啊若有诶是读毒，所以罗水溪，我伫中华有听过毒水溪呢，各位乡亲，恁捌听过啊？罗水溪读做毒水溪呢，迄都是读文图音的。好，啊，所以中国分听做清的甲咱讲较口语好啊，较罗的浊音尔吼。啊，咱的汉文先生诗拢是听做上下、上平、上上、上去、上入，下平、下上、下去、下入，上下就是上下俩，非哩只是要听做两组啊。现主时学术界一般是听做阴阳所以叫做阴平、阴上、阴去、阴入，阳平、阳上、阳去、阳入咱的华语四个声调就是阴平对声，阳平对二声，上声无分阴阳对三声，去声无分阴阳，
第四声，我即马讲华语哦，所以华语无入声，因为伫原调的时阵吼，入歹三声，入声歹入去头前，平声、上声、去声这三个声调，所以华语已经无入声。所以咱较早即个国文课吼，若咧教即个教着即个平仄时阵，先生会讲恁着爱用啥物？用台语或者是客话合法合法中国迄边有诶，因为广东话较事件，所以讲你用粤语广东话来读就咧分听到即个入声。因为这三个话语是算保留即入声有无较完整诶三种话语俩好，所以这音平、音上、音去、音入、用平、用上、用去、用入，你若甲数字甲飘起哩，就是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第五声、第六声、第七声、第八声所以拄则咱已经有朋友已经有讲到即个用上诶甲音上诶问题。咱古早因为漳州腔伊无第六声，伊伫类音、类正雅、属通、心五音内底，伊就已经讲第六声其实甲第二声相款，其实毋是相款，是伊无第六声。了后，施东协先生算讲遐人一家，你知影？人一家伊毋甘愿，讲安尼可能有人无欢喜，毋拄事实上是安尼。所以伊个好发音，咱即叫做好发音啦，即个 pronunciation， 咱台语再来讲法，或者好音。所以伊个好发音滚滚滚滚滚，来到第六声要安怎？伊无力通好所以伊搁去找一个上款是即个上声升级，上款是上声升级的即个第二声来读即空，所以伊就会读做滚第六声。就是我用普通腔来解释，滚滚滚滚滚滚，伊抓一个第二声来读即个第六声即个，结果这造成啥物？情形造成叫大个人无了解，就讲啥物第六声就是第二声。你即马换一个讲法，咱即马台语咧教会读即个一寡动物有无？西虎芭比狗狗好来，学生囡仔就讲老师，你拄则甲我教了诶，教你狗字是第二声，你即马来狗来读来第六声，你知意思？事实上，狗毋是第六声，狗就是第二声。是安怎样呢？就是古早的汉文先生，伊咧好发音的时阵，第六格伊毋甘愿人一格，所以伊就抓一个第二声，上款是上声升级的第二声来读即个第六声的用上。这种讲法无妥当，无合理。无就是无我先开始有讲过无啥物通好婉谈，通好减少，通好安怎？无就是无迄个古早的汉文先生，嘛毋是逐个拢会读即个第六声，你无就是滚滚滚滚滚，第六声就莫讲继续第七声滚滚，红衣领教授伊的字内底冇写着即点，毋是逐个先生拢一定爱去读即个第六声即马讲的这是漳州腔泉州腔诶，泉州腔有第六声，所以就照常读第六声滚。滚滚滚滚滚滚滚，伊有第六声，所以继续读。即马这里赏声字的赏字，它就是赏声字，所以伊是阳赏字。因为漳州腔无阳赏字，所以伊只好读做音上声。所以你即马听到汉文先生多数甲你加上有无？平上去入，伊这就是甲。阳上字用上哩，读做音上哩，因为音无第六声，所以摕一个第二声的声调上来读这个赏字这泉州腔因为有第六声，所以因就照常读。好即马来转来讲这个平仄到底啥物是平，啥物是仄？古早的国文老师讲就是国语第一声是音平，国语第二声是用平，第三声去声，第四声，第三声上声，第四声。去声，即马讲的是国语，所以国语第一声、第二声就是平，国语第三声、第四声就是仄，
啊，但是伊会甲你讲有例外，有例外就是迄个入声无算再来哦，原则上，所以你袂准，所以毋则讲爱用台语，还是客话，还是广东话哦，来开拆即个拼写。啊，你即摆用台语，咱今仔日的主题是台语，你着为即搭画一条线，为即个拼声画一条线。所以你第一声、第五声就是拼声，剩的后壁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七、第八，就是对即个这声哦，拼声这声。咱来以即首诗，大家拢知影即首诗来做例哦。静夜思，离别啊，下平七用韵。我伫学校咧教吼，若需要教的时阵吼，我是当然你着先讲吼，韵卡啊，韵卡，这是七用韵，所以伊是公双向是伊的韵卡。啊，我是较反对协韵啊，所以你若是正腔的，你着读乡啊，你着毋免对全腔读乡，你毋免为着要协韵来协韵吼。等下咱会讲着协韵的问题。啊，这个从前明你注意听，伊这是第五声，所以我伫学校咧教吼，我会讲吼，恁注意听哦。我若有牵长的，你画一条圆的；啊，我若无牵长的，画一撇。啊，这长甲倒是安怎你知影？迄是相对的概念，相对的。入声佫较多哦，所以伊迄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哦。所以我着对你读较长的啊，从啊，你着爱安怎？你要画一圆啊，哦，画一圆。啊，咱咧教简单的时阵吼，你着讲啊，这拢是汉文，所以即答案安怎爱读蒙读音嘛？你毋通读名称的称，毋通读头前的前，毋通读喙名的名，毋通读月娘的月，毋通读光线的光，全部爱读蒙读音。所以古早的先生就是安尼读的啊。静夜思，离别时。啊，这作者吼，有的先生会阁讲离别作品，有的讲离别作，有的讲离别诗，有的讲离别的诗。这每一个先生伊的习惯无相同，啊，这嘛无固定的读法。咱即马即个全国语文竞赛，伊即个朗读比赛，一般是干那读作者的名，嘛无个啥物作品哦。从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啊，这第二嘛是全腔汉文文读就爱读 A， 毋是读 A 哦。哦，举头望明月。哦，啊，即马即个条理吼，我知影台北的诗社吼，因为其实台北的诗社本底就是偏全的，所以伊即马是全迄个叫做江全南，啊，毋拄即个条理吼，颠倒前着即全腔较优势，颠倒迄个下门腔的图较互你听着吼。低头思故乡哦，啊，这读的时阵就是拼节，甲分清楚。英国即个汉卿先吼，伊就甲我讲吼，吟诗拼节分我清楚就上重要，你就知影讲倒一字是拼，倒一字是节，这是算上基本的啦吼。好，啊，拄则有朋友讲要来，其实即马多数迄种，计是套迄种套曲来唱的，咱金平出版社英国嘛出足多吼，咱蔡金安蔡老师吼，伊嘛真对即个诗词嘛真有研究，真有吼研究。啊，我即马我来唱金平迄个版本吼，伊都从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若是这个吟吼，应该是爱吟咱这个做将进酒啦。将进酒对你照讲着读将着，好毋免翘工去读送去的枪。啊，我问真侪有读过汉文的吼，先生就是讲将呀，迄将的文字嘛无问题哦，毋是讲唱才是正确的。啊，将进酒即马伫伫网络顶 YouTube， 真侪人咧唱啦，哦，真侪人咧唱。伊迄个曲调吼，是阮鹿港的即个古早的汉文先生季庭先，哦，伊嘛是中华管议员，哦，啊，迄个我看 YouTube 观顶有少年人
有迄个查囡仔的少年人安尼咧唱即个《将进酒》哦，所以你若有兴趣去 YouTube 去找一个，应该是真好找啦吼。好，啊，即摆来讲即个出韵哦，出韵就是咧咱咧写咧做诗的时阵，尤其是即个具体诗吼、结律诗吼，你无照即个诗韵106韵平随韵去押韵，要用即摆台语的音图，或者是国语的音图，你会感觉吼，即台东的东，甲即啥物排你东的东哦是双音，啊文头音哦屏东，啊搁即啥物，即个春夏秋冬哦，你双音。啊事实上，伫即个诗韵内底吼，伊是一动韵甲二动韵，伊下骹伊的字是无啥双的。所以你若无了解人，你家己用现代台语或者是国语去写诗，你感觉有押韵，毋拄你伫诗韵内底是无押韵，即有做出韵、落韵、倒韵，即大家爱注意吼。啊，所以咱即马迄个写台语歌啊，嘛是三双吼，或者啥物？你台语的声调爱悬 melody， 结果你煞无倒咧悬，你较低。台语的声调是低，结果你 melody 是爬起。啊，这吼，我讲这杨秀卿先生，阮知影是读倒哩，毋是倒音。哦，咱即马有诶朋友讲倒音，事实上我知影传统讲法是倒哩呀。哦，这互大家参考。哦，过来协韵，有人主张讲吼，这读诗诶时阵吼，你爱有押韵诶感觉，才有成咧读诗。啊，若是讲无送。韵妙，感觉无押韵，所以就跳工改伊的音图，互伊听着较有迄种押韵的感觉。啊，叫做协韵。可比讲即个旋律，读做弦啊，流哩，泉州音读流，正的音读罗，读做流哩，读做流的音。事实上，咱即个前辈吼，林正三先生，人伊嘛反对，伊嘛讲无必要安尼。传统的汉文先生本底就无讲一定爱协韵，各地方的腔口用恁各地方的音韵系统去读恁在来音图，就是正确的。因为你安怎你知影？你搁较安怎协？你嘛协袂到李白、杜甫迄个时代因的音韵啦。各位乡亲，你讲对啊毋对？啊，你既然永远都协袂到，你根本都毋知影李白、杜甫的时代是安怎读的。啊，你是安怎爱协韵？国语嘛是同款，我是反对协。你照国语、现代国语、华语应该安怎读，你就安怎读；泉州话安怎读就安怎读；漳州话安怎读就安怎读。哦，下门腔，你若要读下门腔，就照下门腔的读法去读哦。啊，你协韵当然历史上讲是为朱熹来，啊朱熹伊对这英文吼，伊无啥了解，所以定定协韵哦，协到尾啊吼，高阳母清调的时阵，伊就开始批评啊，哦，批评安怎？你用现代音去规范古早音，当然着以今换古了哦。啊，咱这甲咱台湾史有关系，这单地哦明调的，又讲时有古今，地有南北，理有经极，音有转移哦。所以这个时代变迁，各地方腔口的。迄种腔口差，啊，字会变，所以音本对就是会变。因此，故以今之音，托古之作，不变歪词不离就是讲无需要挑工去协韵啊。伊即个我即页讲的重点是安尼以即首诗来做咧点下去啊。敢有声音？有听到。安尼我应该是正常的吼。好来，这首诗吼，你若是咱看题目，你若是三一全腔，就是读丁冠曲流；啊，若是漳州腔、厦门腔，你就读丁冠曲罗。别日依山尽，这里尽字是用上音，所以有的先生是读用去。别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径上一江流。这里江里
阮先生有诶读音平，啊有诶读阳平。啊，这个敬上安怎？大家注意，传统音伊就是音去对三声，所以咱吼更加怎么样？你爱读敬加安怎？你袂晓读敬加安怎？这平心内行会扣分，外行会袂扣分啊！你去查教育部的词典，伊即音的资料完全正确，音去对三声，爱读敬加安怎？袂晓读敬加安怎？所以即大家读敬上一正流，或者一正路哦。啊，这个上哩，这另外一个问题，今仔日无时间通讲啊吼。我要讲的是，你若协韵诗写对，假如讲一正流，甲流路协做流，啊，这就是协韵，就是讲你要甲第二句，这个入海流到句协韵。你若要协，就加到做啊。即摆有个人无了解，你知影？嫌对嘛，咧协，这我会记你应该是迄个影社吼，这林正三先生的。高度我真实咧，常常袂记伊个名，什么金老师吼，伊伫网络顶嘛有讲过哦，即题目吼也咧协，吴秀珍吴老师伊嘛有讲过，我有看过伊写即方面，伊讲吼，协文协到电管速流，协到不得不切啊，各位乡亲啊，你要协结结，就韵卡协韵，你题目根本就无协韵的条件，你也咧协韵对，啊，所以我是嫌。即个诗文，我嘛反对协，我就感觉恁都啥物腔了读你的音着，毋通协到尾啊，煞毋知影伊分对的正途了哦。好啊，今仔日吼因为这时间倒啊，我是安生简单吼。甲大家来分享啦，莫讲其实我了解真有限，就是讲我个人有兴趣，所以从古早吼有迄个机缘讲一寡先生向因学习有一寡心得咱即马就是咧推广即个台语的教学吼所以汉字嘛是爱教学啊，汉字大家毋通当做汉字无重要呢，汉字袂晓读你知影，即马。电视台有一部摆，就是讲拄着外国人名、地方名，煞掠飞机导航，煞变讲外语了即摆我看有诶拷贝还是主播，迄拢在人诶，每一个人诶，或者啥物，伊诶内在无同款这记者嘛是百款伊较有了解诶人，伊就会解决即个问题。会直讲华语是上基路诶。咱古早拄着即外国人名、外国地方名安怎？有一个路草，就是讲一个策略，就是教汉字翻译过来汉字去读。所以美国伦敦，讲毋对，美国纽约、英国伦敦、法国巴黎，迄拢翻译个啊，对，台北市迄条路罗斯福路，迄美国总统的名所以你即摆美国总统安怎讲？那古早咧报新闻，都是讲拜登伊宣扬即个或者啥物川普台北市迄个马街边，马街嘛是外国人的人名，所以咱的祖先分对着即个即个策略啦。当然毋是唯一的策略，有一个另外一个策略，就是较活即种或者外文，可以讲意大利，你要讲意大利加拿大，你要讲加拿大，这另外一个策略，总是讲外语是上基路的我最后过一点时间甲大家来分享一个我去年算讲嘛真用心去整理的一个资料顶礼拜我知影即个安怎伊有介绍啦就是讲咱读诗词的时阵你爱用文图所以咱教育部即个词典你要来查文图甲白图。可以讲，这里简单的，你就是来看伊只有注解只有一个文理就表示讲伊是文图音，这个白理就是这个白图音这上简单的。若是有的字伊无写文白，就是讲迄字无分文白，虎头灰这个字形就是无分文白这教育部的词典收的词有限，所以有时阵你查无
一般阮是拢用即个山顶院，即马拢甲大家用免钱的吼。来，即个甘字典，大家用来用伊全部拢数位化。啊，你点入去内底吼，大本里，即摆有做大写啦，即个白图；小本里、小本里就小写即个白图，啊，大本里是文图。我拄则讲倒边的款吼，大写是文图，小写是白图。啊，即个原文有兴趣的点入来看。啊，咱到店吼有一个名姓的即个网站吼，伫遮就是啊，即资料库即摆是我咧换的啊，下骹我有说明讲是安怎要安尼写，要安怎记啊，而且我要抛一个观念啊，就是讲严格的朋友会讲吼，人名一定爱文图啊，事实上即拢我写的啊。人名无一定是文图啦，白图的规大半咧，这请大家多多指教。我今仔日分享到此啊，多谢周馆长邀请，感谢。馆长你麦克无开，馆长麦克无开。听到都拢袂去吼，所以就说毋免开麦克风吼。我想今仔日实在是真精彩的一个小解吼，我相信可能大家过去要有即款的机会嘛真少吼。我想咱大家先用热烈的鼓声，多谢咱嘉阳老师。唔知有人要讲话无？看真侪人拢写讲多谢老师吼，拢一直传来吼。有人有问题要问无？哪个是无？哪个要讲话是无？无，无吼。好，有足侪人拢直直。我看今仔日是上侪人紧咧，留话拢留讲多谢老师安尼尔吼。我毋知影嘉阳老师遮尔啊趣味，遮尔啊古锥吼。我想今仔日逐个拢安笑眯眯。不过笑眯眯以外，其实我想有足侪你头壳拢向讲着吼。讲好，心内面即个台语的迄个诗词，遐尼侪的学问，遐尼侪的内容吼。但是吼实在讲，我爱烦恼呢，因为搁文音白音吼，要当时要转，当时要泉州，要漳州，要会使转，搁袂使转，会使南，袂使南哦。我从我来听，我来去烦恼起来。不过吼，互咱有课啦吼，咱有嘉阳老师，搁有伊编的即个词典吼，我想大家都爱知影，这毋是敢若简单讲话尔吼，其实咱若认真，搁有真侪的学问，咱爱去研究吼。好有人举手是无？有人举手是无？啥物人要讲话？有林贤同啊，伊咧写罗马里但真贤同好，两个人举手，来要讲话是无？我想到一个，就是头拄仔有讲到，你演过学习的过程当中。有共款的汉字，毋过无共人，伊是教无共的音。安尼你家己以后你要教别人的时阵，你是安怎选？比如讲你演过迄个用数水，迄个用有人读强，搁一整路，迄个静有人是音平，即种现象你要家己咧读，还是家己要甲人教的时阵，你是安怎决定？搁迄个静有人读音平，伊迄是固定。本调的时阵嘛是音平，还是敢若变调的时阵安尼尔？多谢。因为音平用平，阮有变调有分啊，无同款啊，所以就听会出来吼。你举的即几个例吼，就是讲伊毋是无来源的，讲要讲迄个情景沧海难为水，你。文字就是真正有音平有用平，所以你袂用讲倒一个先生才是正确的，倒一个先生就。是，我是讲，迄款先生伊家己咧讲，伊若是迄字是伫本调的位置，伊敢嘛是会读音平。
哦，你即摆雄雄甲我问吼，我即里都有读文调的句法位置，我即摆雄想袂起来。我因为伫即个咱举的即个电管速流吼，伊拄啊好是变调的位置，啊变调有分阴平、阳平、转手腔有分吼，所以即个无即个问题啦。吼，啊你讲文调，即摆雄雄想无啥物类。啊，过来你讲要决定啥物？我是会选择一个可能现代人。你若讲干那样，你加一种啦。若时间有量上，我就全部讲。啊，时间无量上，其实加的机会足少的啦，加够少无需要去加着这。所以，今仔日算是讲上多哦。啊，一般伫外口，我可能是会选择一个较普遍。我的迄个 GT， 我观察每一字迄拢爱。case by case 去决定讲，即里我若干那用咧选一音，可能即现主是倒一音，现代人较知影诶，即嘛是一个策略啦。嗨，歹势啊。嘉勇老师吼。真好听啊。对吼，我有淡薄仔即个吟诗方面的见解，想要甲你参考者吼。你讲的即个学问吼，洪泽南老师、洪德南老师吼，伊是认为讲。认为学问的人，你去唱学问；无学问的人去卖唱学问哦。啊，你拄好摕到林进山老师吼，歹势我讲一句可能无领会，敢若较无礼貌话哦。吟诗爱家己去吟啦。进山老师吼，我也毋捌听过伊吟诗，伊朗读足厉害，但是我也毋捌听过吟诗。所以这个诗词要水吼，爱亲身吟出来，你会感觉迄个诗词会水。所以学问是一个表达。吟诗吼，真重要的物件。我嘛毋捌听过嘉勇老师咧吟诗啦吼。有机会我嘛要听讲哦，你吟诗吼会表达方式吼。啊，因为我吟诗算讲吼，已经有真侪年吼。我对这个吟诗方面吼，我有深深的感受，就是讲文理的水，甲这个声韵的解释吼，只是平面上的。一首诗爱吼。完全甲唱出来，这首诗的水，才有法度达到90分100分。所以讲，我希望就是讲吼，这个学问吼，应该是一个吟诗真重要的。甚至咱对这个学问中间，嘛会当去观察到对唐调、宋调甲即马声韵的变化的这个物件。尤其吼，有个音，像你拄仔讲你是送吼，迄个路财里面吼。但闻人语林但闻林语响吼，伊甲要甲秀才修教清台上吼。如果照你的意思，伊音字毋对，但是你爱念伊学问的音，迄句迄个诗才有水。所以我希望就是讲，这个学问这个物件吼，咱莫作确定讲你无赞成学问，就是伊对这个诗，伊感觉伊认为这首诗伊爱读学问的人。伊家己去表达，无认为学问的人，你会使读伊不认。这就是洪泽南老师吼，伊伫迄个大家来学吟诗迄诗内底写的观念。所以这就是我一个小小建议，就是讲要了解诗，爱亲身去吟。吟到尾啊，你就知影这诗的奥妙伫倒啦。咱若干那用文字来解释，可能应该有一点点缺点。这是我淡薄仔个人的看法，歹势。感谢真发兄吼，真发兄对这个诗词我若真有研究了吼。啊，我的浅见是安尼俩，吟诗是艺术表现啦，艺术表现。对艺术表现，我无第二句话啊，我嘴点点安尼。歹势，我搁讲者吼，我所讲的艺术吼，毋是你拄仔讲就是脱掉迄种吼，迄个艺术表现。我讲这纯粹是意志形象，就是讲。对文学的一个表达，歹势我搁讲着，咱即阵要互学华文，包括中国人对咱台湾人的尊敬，咱就是爱对台湾诗吟得足好，互因感觉讲因无法度用华语甲国语吟出遮水的诗，对咱台湾话才会尊敬，才有诚侪人要来学咱台湾话啦。即马所有的台湾吼，我会当讲伫教闽南语的老师吼，拢无甲囡仔讲出闽南语的价值到底伫倒位。所以呢，我感觉讲这是一种普通的语言，它在文学上面没有它的价值存在。我的硕士论文在写这方面，就是讲
你即马学国语的人，你城有人你要登峰造极，你也无来学咱台湾的即个吼诗词甲声韵，无可能啦。这是我感觉拢咱台湾话价值伫遮，但是一般咱老师拢无讲到遮，所以包括学生也是讲这学台语人，学到尾啊，伊毋知影咱台语到尾啊，伊的吼最后的前途在什么地方？而且这是我小小一个吼见解，多啥。其实吼，阮先生吼咧吟的时阵，嘛是有无协韵，照常吟了真随开的了吼。所以这就是我的观察，就是你讲的洪老师的观点。咱再来传统吼，本底就是有的先生是协韵，有的先生是无协韵，啊无协韵无影响迄个吟诗啦。只要你讲的义理形腔，照讲是无影响啦。非常多谢吼，大家我看用足侪人拢有真深的研究吼，我咱拢欢迎大家会当继续来做伙来研究，做伙来推动，而且咱会当感觉有相当关心的即个研究，才有可能通去写诗吟诗吼。但是即摆互咱较烦恼的是，连足侪人。连听台湾话都听无吼，连听都听无，连讲都讲无，当然看嘛看无吼。所以这个就是咱着爱多方面，大家做伙拢来努力无共款的赞助，无共款的方向，但是共款的目标，互咱家己的语言、家己的文理、家己的文化，会当安尼直直发展起来，无叫拍算去吼直直发展起来，我想讲，这着爱可能大家共同的努力。毋知抑阁有人要举抑阁有人要讲话无？关长歹势，我无通举手，我直接发言才会使。好，我是燕萍。嘉勇老师你好，我上过你做一道课，我是你的粉丝。我想因为我听嘉勇老师咧讲迄个陆港腔的台语足好听的吼。我捌听过人咧指了吟诗的时阵有一个陆港调，会当麻烦嘉勇老师用陆港调，较多一首诗个表现一道。多谢老师。我拄则迄个静雅诗吼，伫迄个金瓶内底就煮陆港调，但陆港调毋是敢一种 melody 啦。但是我拄则迄个静雅诗，迄就是陆港调，第一种啦。你无开麦克？你无开麦？好，头拄伊就是伊想要讨老师是毋是搁吟一遍安尼啦吼？可能时间的关系吼，毋知抑阁有人，因为咱的时间已经差不多啊吼，所以是毋是抑阁有人举手对无？科技枪，你好，我伫张家长吼，我这个对正头听后壁来做发言吼，我感觉吼，所谓成熟的语言其实有两个赞助，一个是官方咧主导的文学吼，文学的发展，另外一个是民间的白话发展。文学的发展，官方咧主导的通常是文人咧主导，所以吼，伊对于这个文学的要求会较深。较严谨，可能白话是一般民间咧主导的，真可惜，咱的母语发展到即摆变做吼，咱也甲咱的阿公老爸迄代，也是阿祖的时阵来对照，咱就知，咱文学这部分官方咧主导的无去啊，无去啊，就变做有一个情形，咱若要去甲教育部，要去争取一个吼，较济迄个教育的机会吼，咱变做这方面的论述吼，无去啊。因为咱可能拢受政治的影响哦，咱这代慢慢失去这，毋过咱去看咱阿公的时阵嘛有咧读古文啊，叫咧读汉文啊，咱连甲华语真讲，歹势你用华语去读古文是错误的，你用华语去读诗，尤其诗吼无押韵哪会算诗？真简单的道理，无押韵就袂使，叫做是你甲我讲诗会使无押韵会使，但是迄是属于吼。诗的歌赞是一定要有押韵，尤其是唐朝的诗、近体诗。咱的母语无去讲到这部分，所以变做咱无法度去甲教育部争一个较好的地位，来，互咱的
母语教育哦，有在伫教育体系内底去定进。咱甲即摆的教育要课是叫做艺能教育，是敢若伫咱的国校内底一礼拜一节。啥物叫做艺能教育？你知？毋是语文教育哦，是吼，互你即个囡仔加捌一种艺能尔。所以你老师对囡仔的考试要求袂使像迄个语文教育遐尔啊严格。啊，咱的囡仔就无咋定金，啊一礼拜一节，啊咱也无咋要求教育部，互咱搁较侪节，因为搁较侪节就增加囡仔的负担。所以我认为吼，咱总政策略吼，因为这个做哦，咱错失这个20年，无采讲20年有去争取一个母语教育机会，啊，所以因为这地吼无去吼，啊，咱干那为遐咧做民间咧，只遐咧推塞，变做趣味，啊，含囡仔的家长就反对，咧造成咱的母语说一工直直无去，啊，干那即几个安尼老牛拖车吼，伫学校直直教，为50岁教到70岁、60岁教到变到80岁。有诶老诶，反正甚至死去啊，退休啊，即摆学校慢慢啊欠母语老师啊，因为20年来咱诶教育无法度培养一个代替咱诶母语老师。你甲我讲，即种教育要安怎有咋定金？即个母语直直死去是一定诶道理啦吼。我讲遮互大家参考啦，所以吼，咱吼爱适当真理地去考虑咱诶语言。咱即种母语，伊到底侵占诶文学意义伫倒位？你若无咋讲出文学诶意义？文学的意义伫倒位吼？你这个母语，你就无法度伫国家内底去争取较好的教育资源，你就会直直无去啦吼。啊，我讲这互大家参考。馆长无开麦克。嘉阳老师要回应无？哦，无，伊讲的是另外迄是政策的问题，咱 OK 好，我想咱今仔日时间嘛已经超过啊吼，啊真其实咱大家对着本土的语言文化，咱有真侪的即个关心，真侪努力。我想真正抑阁有足侪，咱大家爱努力。可能无共款的战术，无共款的方向，但是最后拢是共款的目的，其他真要紧。咱家己的即个语言文化的保存、发展、流传，我想这个是咱大家共同的目标。咱多谢大家的关心、热心参与，啊，多谢老师的指导，啊，多谢大家安尼欢喜，安尼来遮学习，做伙来分享。但是咱爱努力的路抑阁真济，啊，感谢大家，多谢赤大用的热火车，啊，多谢咱的老师，今要出现，下头要出现老师，老师谢谢你啦哈，多谢，咱后礼拜就是伫8月啊。早起共款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而且啊，我想甲大家报告，咱即个书记啊，对咱的迄落线顶的即个参与的人，拢总已经超过11761个人，抑阁无算其他的人数吼。咱即摆啊，看到即2个月参加的人，拢总是10000外人吼，所以上无咱即个暑假虽然伫疫情的中间，但是大家拢。对着咱家己的文化，大家足用心，多谢大家辛苦，多谢。